1984年，法國頭一擺辦古蹟日，安尼嘅活動開放古蹟，俾民眾免費去參觀。9萬幾個多人，改上嘅第7家文化嘅事，韓國情感方嘅連結，裡面推廣到貴嘅歐洲，變做歐洲古蹟日。到今全世界已經有52個國家共下來辦咯。台灣第2001年也開始響應，聽當年9月底嘅第386禮拜係全國古蹟日。今年新竹縣嘅古蹟日，由台關西來辦，關西認證過咗開發，都竟還保留咗許多嘅古蹟。尤其今年關西分駐所所長小沙首長好勢，為串聯府區內嘅太和宮、창옥祠堂、體育戲院、蘇德醫院，特別東安古橋也都為打造咗關西古蹟園區，向我遊客韓國認識也都珍貴嘅文化資產。風中嘅治品係鄉親嘅性質，太和宮係關西轉嘅信仰中心。當天橋立清嘅26屆十台連續慶典做中間，這係轉紅嘅大事情。太和宮係啲清朝嘉慶年嘅起解，昭和6年使到兩下嘅會所，係新竹人嘅人庭古蹟。從兩種中心點，福區那個安德古蹟也都精彩。這宣傳就數在日人，就東岸古橋，還有體育戲院。還有個小南片嘅片，和3號嘅兩片，呢啲啊10點嘅路街，和還有關西分組落啲兩片呢。按豐富嘅古蹟哈，全部是在關西鎮呢。你行路，這2點都是做老牆牆。今朝到從嘅門建議不多，兩棟日本書木造嘅屋閣係關西分駐所所長嘅小沙。所長宿舍荒廢差唔多20-30年，在民國98年，社區就荒廢嘅地方整了之後，然後就申請新竹縣嘅限定古蹟。所長嘅小沙啲經驗經驗真好，無獨嘅設計呢，和本本老年才強壯，順紅嘅湯鵝，和有時間都特別嘅宗旨。為什麼要用機棍？人為佢哋喺主臥室，喺客廳，迄假是講有小偷或者盜賊，所以落來時間，他多倆，我機棍，倆主臥室嚟就會有警戒。倆間喺所長宿舍，所是給到迄屬於那時候是屬於大官員了，所以算是關係的一個行政的一個官員，所以地位很重要，所以是給到有這個就有一個防衛的一個措施。配合古蹟嘅活動，所長嘅小沙門打開來咧，財團藝術家準備好測試環台來了嘅藝客。關西鄉土文化協會也派人去到各隻古蹟為藝客討論解說。在那個後門上去以後會有聲音，踩上去就會有聲音。對，你想想它是什麼作用？不知道，就逃。老鼠跑掉。哦，不是，老鼠太小了。人來了。人來啊！不是通風哦，就是通風報信。告訴人家說我來了，所以他們叫聽聲力。好，這個 Q&A 你去回答問題，好，去透過問題來了解古蹟，好，讓進去的人能夠實地的知道，好，不是在紙上談兵，好，從暗湧也是可以融古蹟哈。建立一個感情啊，了解一些比較古老的建築物嘛，哈，他這邊辦得很好，就是他有一些解說員，解說員走在讓你講故事啊，講給小朋友聽啊，係啊，動頭係。太和宮，還有正式祠堂，還有樹德醫院，參加古蹟活動。聽阿姨講故事，聽阿姨講故事，還有要上師我，還有蓋章。因為以前他們都只會走馬看花，這樣沒有特別注意。那對，感覺上就有更細節啦，看一些古蹟，又沒有發覺平常沒有看到的。一定要走，然後每個地方流汗，走一走，然後覺得說，身體舒暢，然後知識上也增長知識的。我覺得它小小一個地方就有這麼多。對，很豐富。照圖提清。那嚟討論手冊係各隻點，用涵蓋是幾類體驗才體。你布越弄越短的時候，你泡不到，就要換一條新的，這樣子知道嗎？就以前的那個燈，倆
下古老古之前用来嘅农作物嘅东西吼，比如讲呀来拍落出呀攀国机，呀搞国机俩啲东西吼，喺呢度社會就係講後生嘅唔知看過，誒冇啦記講啲做乜用？長福公堂係傳統嘅客家公堂，專門起緊蘿蔔，叔叔個就當排頭，女煲湯係鋪實了呢，還那係當罕見。第一個透水性強啊，第二個靈氣會上升啊，係鐵石。普通嘅鑊湯是按照飛泥大大挺挺啊，你係用鵝卵石做嘅。你做成是係按照茅屋挺挺啦，係瓦屋簡單嘅瓦屋啦。民國4年啊，該是日本時代嘅時間，民國4年啊，讓起過先來。每邊嘅春芽衫，係那係老祖公嘅建築智慧。壁全部係泥做嘅啊，泥做將佢拍到濕鐵啦，佢窗會橫鐵啦。所以用啲瓦嚟炸米、炸水，佢用竹釘嚟釘落去。但係竹頭呢，要強啲爛鐵，要用飛泥啊，又係石灰嚟去頭啦做起來。長福老祖公對廣東藥品個會來推，半上半下甜味道嚟關係，處理啲開機點驗。唔過先前水軍會愛開路公湯鹹料唔係。頭擺啲頭先啲光復路個出閘啲破啊過油，該我有就通過嗱內政部審槍啊，內政部是派人來讓來參考，依照你的建築材料啊、結構啊、哈你的形式啊，認定是可以成為古蹟，讓留下來。關係透過運動每呢種，自清朝乾隆時開始開發，到今還保留一道古蹟。透過文化資產轉換成文化財的方式，讓整個地方都能夠享受到文化的一個經濟的一個效應。我覺得這是文創工作，或者社區工作，或者是文化資產保存工作裡面幾個比較重要的核心。全會起講上州政府將古蹟重點係保護老保存，唔過水台冇強弱，想法也會睇呢度水台。古蹟歷建再利用開放嘅工作係未來文化局入邊係當重要嘅工作，因為開放嘅過程地位將會讓人來到一啲關係進來，譬如講今日古蹟嘅，一啲所有嘅古蹟，唔管公有私有都配合去開放。當然了，我們當然希望搞再活化，就是個木樁變成一個文史館。你 OT 給一些公司，他們跟在地居民，古蹟會跟在地居民會那個聯動性就會下降，甚至會有一點高不可攀這樣的感覺。所以我希望說，在這個中間的平衡點，政府要扮演一個比較重要的角色啦。古蹟留下來咧，運用嘅地主，運用嘅老地方聯絡起來就係重點，還有古蹟就唔會係群章嘅，係世界最本土嘅素材，建築歷史、重現價值、技術國領、關係堅固。